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一，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幸運有利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明區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離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利，入邊追的愛心，外邊上咗驕陽明區，最出嚟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，仲見到有呢隻手機標吧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見到呢隻嘉應高升透出咗驕陽明區，追緊佢啦，後邊嘅馬仲有永遠美麗的愛心，最後100米嘉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掟甩對手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再見到外邊追嘅馬仲有李健夢境，後邊嘅馬仲有驕陽明區啊，再後多就係金鑽貴人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韁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，真係認真厲害啊！